寒流到位，这天气是愈换愈寒。即摆阳明山国小已经宣布，明仔载开始要歇2天的低温假。原来这个歇假的标准，敢是以6度为准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会照现行的办法，由学校来做评估。这边的寒流影响范围正大，中部以北、东北部抑个东部地区甲金门的低温，可能会降到10度，甚至是个位数。台北市政府已经宣布，交予学校家己评估是毋是要停课。像阳明山国小已经决定23、24停课2天。针对台北市第一间宣布放低温假的学校，要若是家长因为上班无法度顾囡仔，学校也会斗3天。我们也考量到兼顾家长他们如果上班需求，所以像阳明山国小，他们也会提供相关的协助啊，不管是课后照顾，或是课后留团，我们都会跟学校做好沟通，兼顾到孩童的安全以及家长需求。对于低温假的标准是毋是要定在6度，方便民众会当依循，也引起大家的讨论。但是根据中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甲上课作业办法，天然灾害定义是包括风灾、水灾、震灾、土石流甲大规模的崩烂，无包括低温或者是高温。不过，县市首长是当依照其他天然灾害来做裁量。若是出现交通、水电供应中断或者是困难，影响通行上班课的安全，就当发布停止上班上课。蒋万安讲，像台北市8年前放低温假，就是直接影响交通。105年1月的时候，因为当时低温是有一些积雪，而影响到通勤的状况。那考量到孩童还有家长接送上下学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跟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业办法。因为台北市政府的寒流应应措施，蒋万安讲，社会局已经启动关怀机制，包括高大老人、弱势家庭，一个开放收容所，和民众避风避雨。记者综合报道。